大家好啊，又係我林耀江師傅啦，又到新一期易經金融呢個節目。上一期都一如我哋預測一樣咧，成個市整體都係向下調整嘅。咁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今期咧已經係我哋易經金融呢個節目咧做咗第500集啦。咁下一期開始咧就會有啲新嘅唔同嘅節目慢慢喺度推出嚟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啲節目啦。好，我哋進入內容裏邊啦。好，我哋嗰個本身咧就由呢個155集啦，就由8月17號到8月21號嘅。咁流年佈局嗰邊咧，我哋做緊第84局啦。今期嘅人生本要我哋講下月色朦朧啦。有時我哋喺夜晚嘅時候，你會睇到個月色咪睇唔睇真啊，望唔得見，好似個月亮唔同咗咁啊。咁好似出現一種咧，每時每刻都喺度做緊變化。但係其實咧，我哋望緊嘅月亮咧，佢不嬲都係專一一面，佢永遠都唔會變。呢個係世界奇蹟嚟嘅。你當望住一嚿嘢會轉動嘅，但係佢只係轉，但係個面唔會改變。所以有時我哋睇事物咧，一定要睇到嗰個真實嘅背後，否則咧我哋永遠都會俾前面嘅朦朧嘅嘢咧遮住咗自己。喺投資嘅世界又好，其他方面都一樣。點樣去望清楚咧，你先能夠決定到最終點樣做㗎。好，希望大家都能夠達到標啊！易經金融裏面嘅主體咧，主要就係由陰陽五行嘅變化啦，當中取決於就係話點樣喺好嘅位置嘅時候，唔好嘅位置係點樣去配合，再配合64卦嘅組合中間咧有唔同嘅思維嘅模式咧，咁我哋可以揾到一啲唔同嘅方法，配合一啲行銷啊、策劃啊或者管理，同埋有啲唔同時段嘅時候，我哋點樣去用個啱嘅理念去睇入呢樣嘢啦，到我哋投資啊去買賣去做決債就都可以運用得到呢個易經嘅理念啦。咁唔同嘅學員咧，佢哋學咗唔同嘅知識之後咧，配合咗喺易經裏邊嘅變化咧，佢哋可以有自己嘅理念啦，配合佢自己真實嘅環境嘅因素嘅，而配合當時嘅環境而增長自己嘅財富啦。當財富增長到足夠嘅時候咧，其實做多啲善事就會增加自己嘅福慧。呢一種就係有時我哋靈機一篩嘅時候咧，就用到呢個效果㗎。好，喺我哋呢個局裏面嘅時候咧，我哋就係講緊呢個。上期就講緊呢個風水局裏邊嘅低層啦，今日你講翻個高層啦。高層其實咧就會接觸一啲風火海嘅特質啦，咁當中會帶入咩咧？帶入啲天嘅元素啦，同埋一啲咧向上升嘅元素咧，同埋一啲飄忽嘅現象啦。當你喺高層嘅時候咧，其實個人咧就會有夢想啦，會有創造啦，或者有啲遠景嘅希望喺度，個積極性咧都會比較高啲嘅。所以當你揀高層嘅時候，其實喺某種程度上，即係你睇嘅事物咧，都會有一時。先去投資試一試，再睇下下一步安排係咪真係如自己一樣，就先做咗之後，再去決定佢點樣去修正。其實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嘅投資嘅思路。所以喺唔同嘅屋，其實都帶有種唔同嘅意識形態喺度㗎。當你揀到啱自己適合嘅屋嘅時候，只係需要可能係。正常咁運用，其實間屋就已經配合得比較好啲。因為現代屋咧，好多時咧，因為個隔離咗佢嘅曬力都比較多啊，好多時都要需要有啲風水嘅方法咧去調節啊。以前嘅平房一般係一層啊或者2層到，同埋佢個結構上咧冇咁複雜啊，所以有時風水就係攞嚟做補救翻呢啲嘅位置咧。希望大家都幫到你哋去點樣處理一啲風水問題啊！好，上期咧我哋講緊嘅戰爭嘅目的係成日內鬥點樣去令到間公司係令到被人攻擊一個狀況啊。其實另外一個咧就令到佢增加咗個益處嘅時候咧，就係叫企業文化。當喺戰爭嘅時候咧，或者我哋需要嘅就咩咧？就係一國家裏面自己一個傳承嘅文化啦，個文化特質。咁喺打仗啊或者做其他嘢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自己嘅生存嘅理念啊。呢啲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令到一間國家啦，一啲機構咧，都會有一種自強不息嘅效果，亦係一啲咧國家興盛或者企業興盛嘅元素嘅重要一環嚟㗎。咁我喺企業元素裏邊嘅時候咧，點樣令到佢支持？其實係因為有一個共同嘅目標啦，有個自身嘅理念啦，一種文化傳承啦，咁先可以發揮到個凝聚力，點樣去大家一齊做好呢件嘢啦。咁啊，當中嘅舉例嘅時候，有時我哋就會有一啲公司就追求啲專一嘅元素啦，有啲咧仲要客戶為尊啦，客點樣去做嘅時候，或點樣做服務翻佢啦？有啲嘢點樣去開心去創作嘅時候，點樣令個理念咧更加清晰？點樣去放鬆佢哋咧？亦有啲追求啲遠景啊，點樣去令到跨越前面嘅問題咧？點樣去做得更加好啦？咁呢啲係唔同嘅企業嘅文化。當有咗呢啲嘅文化之後咧，嗰啲員工或者啲上下層嘅時候咧，都有種共同嘅理念，嗰個主線發揮咧就容易得
令到個公司嘅潛質發揮得更加好。當你一旦正確嘅位置同埋一個方針之後，又有一個大家共同嘅意識，咁個凝聚都亦會更加大，又令到個成功機會率更加高㗎嚇。好，我哋繼續睇落去啊。好，呢個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個變化啦。當時咧嗰個卦象咧就係山澤損卦配地澤臨卦嘅。咁損卦咧就係代表咩咧？就有種損失下降啦、跌少咗嘅現象啦。臨卦有種平實向下務實咗嘅現象，都係有沉實嘅現象。我哋睇埋嗰前邊嗰五支卦咧，推算出嚟咧就係一種危機反反覆覆嘅現象啦。最終可能平或者係最跌嘅現象，咁最終咧就跌咗落，又跌咗幾百點咁樣啦。咁都有升高過呢個位嘅，但係最終都跌翻落嚟嘅。我哋睇下嗰個圖像啦。嗱，喺幾時升高過咧？就喺星期一、二嘅時候咧，勉強仲喺呢個升高過我哋個起市嘅價位嘅。但係到到三四五嘅時候咧，就全線跌翻晒落去，就跌西過咧，最多咧係跌到25,000點嘅邊位嗰度先停低。咁直至咧收市嘅時候都仲係向下跌緊落嘅。但係整體嚟講咧，個成交量又唔係好多，跌市成交量唔多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話咧個跌即係唔係咁多人拋售呢種股份，或者係仲係一另外一個元素，就係佢哋低價位嘅時候去吸收一啲股份都唔出奇㗎。所以你投資最緊要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同埋市場做緊乜嘢嚇。好，繼續睇埋美國嘅市啊。美國市咧就比較奇怪啲啊，每日都有時一高完之後又跌翻落嚟，高完就之後跌翻落嚟。佢嘅高位咧就係喺54,218點，低位咧就喺53,640幾點，都係大概喺1000點裏邊徘徊啫，就唔係好多，同香港情形一樣，都唔係太大嘅波動性。但係咧佢嘅特徵就係總一高就係啲人就好似出貨，一高就係出貨咁樣。咁呢種情形咧係咪高位去派貨咧？咁就要睇下你自己係點嘅理念啦。因為逢親高位嘅時候，如果你入貨咧，你好容易俾鎖死嘅機會咧就會好高，大家留心多啲嚇。睇埋個國內市場啦。國內市場咧都係喺細幅度嘅上落咧，都係100點度啦，咁就唔係太大嘅上落啦。但係其實咧，我哋見唔到嘅上落啫。但係其實啲股份咧，其實都會變動得好多㗎。所以投資嘅時候咧，你先揀咗啲優質股之後咧，你個確定性會高啲。如果你又能買埋啲有收息啊、有前景嘅股份的話咧，咁你就可以長期持有，就唔需要話日日都會睇住個市，或者你隔一段時間再望下佢啱唔啱個變化啦，或者盈利夠唔夠你心目中嗰個想像啦，或者你可以set 定一啲價位喺度，等佢自己買埋都可以咁樣做啦。咁就令到佢變咗個市會幫你自己做生意啦，幫你自己揾錢，咁你可以慳翻呢啲時間啦。當中最緊要揀一啲優質股為一個最重嘅元素啊！好，繼續睇落去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咧，我哋喺觀音堂裏邊咧，一年一度咧做一個祈福大會咁樣嘅，咁就係每一年都係做一次嘅，就會喺呢個葵芳嗰邊做嘅，天后宮嗰邊做。如果有興趣咧，打電話嚟報名啦，或者需要點樣安排都可以嘅。好啦，呢個係最新一期嗰個開始安排啦，咁就係由25,116點開始啦。咁個星期一咧就係一個雷澤歸妹配雷水解卦。歸妹咧有種回歸啦，翻轉頭啦，解卦咧有種解除嘅問題，當中當然係震動啦，但係整體有好大機會咧就向上升嘅。到星期二啦，就係封山漸卦配天山遁卦。咁呢種現象咧，漸卦咧就冇慢慢平息啦，遁卦有種收藏嘅意思啦。咁但係佢呢種配合咧，就係風同埋天咧，都係要向上升嘅趨勢多啲，所以最終可能咧係慢慢平喺度啦，或者升少少或者平啦嘅現象比較機會大啲啦。到星期三啦，就係啲風天小畜配水天衰卦。風卦咧有小畜有種得益嘅利益啦，但係衰卦有種平咗喺度啦，但係都仲係喺天卦範疇裏邊啦。咁所以咧，佢可最終可能咧都係平或者又係升少少現象喺度啦。到星期四啦，係今個星期裏邊個主要嘅元素啦。呢一日咧，兩支卦咧都係好強力向上升嘅，即係嗰種卦象嘅能量咧比較大，所以大升嘅機會咧就好大啦。到星期五啦，就係啲火地進卦配呢個天地否卦。進卦呢一種咧合力啦，而得到嘅益處係同心嘅現象，但係否卦一種反覆咧，可能向下趨勢喺度。但係摧缺咗咧進卦比較力量比較強啲啦，可能最終咧都係跌少少或者平嘅佈局。但係全個星期嚟講咧就比較特別啲啦。
全個星期咧有隻乾為天卦配天風後卦，咁整體嘅成個星期裏邊咧，足足有8支嘅天卦喺度出現㗎。天卦嘅特徵係咩咧？天卦有向上升嘅趨勢喺度㗎，而風卦咧就咁飄忽啦，但係整體一配合埋一齊咧，就會有種咧移序成為向上升嘅趨勢喺度㗎。所以今個星期咧升嘅機會咧都好大下。咁最緊要一樣係投資有風險，自己知道點樣買賣，千祈唔好過分，呢個係應該嘅。咁需要的話咧，可以打俾我哋公司啦，或者揾我啦，去睇下有咩時間可以配合得到啦。咁另外啦，投資有風險，自己安排下，最緊要小心。拜拜。